武生表现出朝气活力。国光国小童军团除了鼓打得好，学习的项目也跟别的学校很不一样。唯一有一个字呢，一定要做到的就是行。对，讲完的时候嘴巴要紧闭，这是一个闭唇音，来行。团长请了叶子老师从客家正音教起。童军团的歌曲《荣誉在我心中》，同学们很快会唱客家版。荣誉多爱心多爱就唔惊风咯，唔惊风咯。客家刻苦耐劳的精神和童军精神不谋而合。新北市有19个学校加入客家童军团的行列。哇，给莫医生美员全部都讲得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好。哦，我觉得呢，叶子老师要在这里先给大家来点掌声。所以说刚刚发音都很标准，对呀，看哦，做得懂吼，懂真，所以大家来点掌声，大家来点掌声。客家话就是说，拍嘎统计泡树，那个拍手就是泡树。孩子们不分客家非客家，都喜欢上课本外的新文化。我妈妈从小都会教我客家语，所以我妈妈想说我客家语还很不流利，所以去上课哈嘎语。从语言学习、自然体验或是生活技巧等各个层面学习，加入客家文化因子，也结合了服务的理念。8月份有去参加艺名季的服务，那在10月份的时候，也有成年礼的一个服务。累积的技能章是对自己的肯定。负责指导的叶子老师也鼓励学生们日后去考客语认证拿证书，有更多的一技之长。上课喽！做到懂好，大家同期读书；做到懂好，大家同期读书。谢谢宗宇老师。